各位弟兄姊妹，嚟緊3集咧，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，叫做與超級同工一齊服侍。呢個超級同工係邊個呢？就係主耶穌基督，亦都係聖靈。馬可福音16章19節話：主耶穌和他們，即係啲門徒，說完了話之後，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邊。20節，門徒出去到處傳福音，主和他們同工，藉着伴隨嘅神蹟，證實所傳嘅道。呢度講到呢個復活嘅主頒布呢個大使命，叫門徒要出去傳福音。然後又講到咧，佢坐喺父神嘅右邊，但係咧又同時講到呢位主咧係同嗰啲門徒同工嘅喎。咁佢唔係坐咗喺父神右邊做咗佢要做嘅嘢啦，咁就停工啦咩？唔係，佢作事直到如今。我哋亦都睇一睇喺早2章嘅聖經，喺馬可福音嘅14章61至到62節講乜嘢咧？大祭司喺度審問耶穌。佢話：你係咪就係基督啊？係咪就係嗰個當稱頌者嘅兒子啊？咁耶穌就話：我是。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着天上的雲降臨。冇錯，呢一位嘅復活嘅主耶穌基督，今日佢坐在父神嘅右邊，有一日佢要再嚟，駕着天上嘅雲，榮耀嘅來臨。呢一位復活嘅主，今日佢坐喺父神右邊，長遠嘅替信徒祈求。呢位復活嘅主，今日佢藉着佢嘅聖靈嚟到去與門徒嚟到同工，嚟到咧去有神蹟，嚟到顯明所傳嘅道。呢位復活嘅主，亦都係我哋要傳揚福音嘅呢個信仰嘅核心。耶穌基督復活係基督教信仰嘅核心。如果佢冇復活，佢被捉、被打、被釘十架，跟住死咗埋葬，咁有咩意思呢？正如使徒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5章都講，如果基督冇復活，我哋所傳嘅都係枉然。但係我哋而家唔係枉然，亦都唔係妄作見證，而係我哋要一齊去見證神使基督復活啦。咁耶穌基督復活，顯明佢係神嘅兒子，因此佢能夠戰勝死亡，亦都佢戰勝罪嘅權勢。佢就係神，佢能夠以無罪嘅代替有罪嘅。今日你同我，如果邊個願意犧牲生命，都不能夠以有罪之身去為人嚟到去死，以致產生代贖果效嘅。耶穌復活亦都顯明佢就係神，顯明佢實現咗聖經所說嘅一切，就係佢要拯救一切相信嘅。我哋信耶穌嘅，喺信而受洗嘅時候，我哋就話與基督同死同埋葬，然後同復活。因此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。所以我哋要有呢個嘅信心，亦都要有呢個決心。我哋咧要嚟到去勝過罪嘅試探，我哋咧要咧嚟到咧去檢視自己嘅生命。有罪嘅時候，就請耶穌基督嘅寶血嚟到去潔淨，要悔改，然後相信耶穌所賜嘅復活嘅大能，可以幫助我哋戰勝生命任何嘅試探、困難、挑戰。所有嘅問題喺復活嘅基督裏邊都有答案，都有出路。即使係死，都不能叫我哋與神嘅愛嚟到隔絕。願我哋一齊嚟到咧去把握呢一個嘅屬靈嘅權柄，讓復活嘅主能夠同我哋一齊同工，去完成佢託付嘅大使命。